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最近天气慢慢转热，热天一个到就会开始透南风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日就是南方的南，读南第5条。南就是东西南北其中一个方位。早起咱面若是向日头东边，安尼正手边就是南，南边嘛会当讲是南方，若南对面边就是北，因为北边是伫顶面，南边伫咧下面。去北部，咱就讲上北；若是落去南部，咱讲是落南。另外，有地球南边，也就是南纬超过90度，就是南极。一般咱民间信仰认为讲南极有南极神王。另外，有一款的大鸟，当年10月为北半球落南到东南亚来过冬，差不多4月这当阵就会上北。常在出现伫咧中华八卦山，因为是为南落来，号做南落鹰。毛人说南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南洋，也就是太平洋甲印度洋的岛，包括印尼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，咱拢讲是南洋。第二个词读做南北二路，字面的意思是讲为南部到北部，那字句的意思就是各地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人讲一枝草一点露，这头家一步一脚印，全台湾南北二路拢有伊的门市，刷来佫开到南洋去，伊的精神拍拼佫顶真，实在互人佩服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南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